家家有好事，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執位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哦，燕燕問咯，嗯你台灣人啊，大家都去那邊聊聊下度。係講風景區啊，就係去陽明山啊、阿里山啊，還係講行動性度假區啊，土生人遊樂園，冇像同步站。你啊的位數都錯啦，唔講咁，你少講一個的啦。都有講到啦。台灣喺安泰有文化嘅地方，譬如講乜嘢？老街啊。用辦講。有文化的地方，老街係咪有文化的地方？看到老街形成一個很棒的人文的所在，出有乜嘢？好食咧。米食。係啊，你看像你嚟個人節目嘅新型茶站，錯嘛，北埔老街。係冇，佢就當到好食嘅啊，好老料嘅啊，係咪？你老哥新型茶頭來到苗栗，你想講乜嘢？苗栗咯，苗栗我去三灣啊。錯三灣。哦。三灣有老街。三灣散步。講。菜脯、水梨，還有肉燕，耶！你前才講冇用嘅。冇，我攏講。個正經當重要嘅散步，因為有一隻最大嘅雪寶。雪寶？為什麼？雪靈雞。然後講3萬兩地方，因為有奇才，將邊路嘅半幾嘅步道聽的嘛。哇，安利會嘅角色。佢一撒就是老街。我要一人就是寶。他是最大的寶，我們歡迎雪寶。好，搶起身來。歡迎劉謝玲主廚。最重要，最大的寶，還是真的來你go。來到擺看到人家都想去沖涼歌，變成主題曲嚟講係。你好，謝謝啦。大家要講要正差冇？係講3萬的散步，係講水梨、肉燕、菜脯。叮咚叮咚。你前幾啱講全講啊？係哦，上海本來就有水梨啊，有肉燕啊，有蘿蔔乾啊。呢3萬有按到乜嘅梨鄉？對哦，梨的故鄉。對呀，原來對老街還真的是有一個文化的認知哦。你唔講來酒問佢酒誒，老街對我來講 ，piece of cake。哎呦，這樣子哦。冇啦，講認真嘅，嚟講你喺當到老街嘛，譬如講新型茶站那個小開都來過我們啦哈，譬如講還有乜嘅，譬如說大溪老街啦、三峽老街啦，唔講我家屬講哦，你喺條路嘅較貼片，它其實係鋪頭天嘛。錯。哦。唯一的一家店。哦，就係你。我大概看到佢，你看給他演出來呢，就是有一種，你看過武俠片嗎？有一種有內力、有內功的人，是深藏不露。是這樣哈，可是哦，雪玲姐啊，她的料理每次都讓人家很驚豔。係啊。不過呢，又每次去傳統嘅東西，係嗎？佢見朋友嚟點乜嘅部分睇㗎？點啊，點香油誒。太好了，人家點香油誒，聽講點香吼，當無簡單一點嘛。我去過嘅3萬嘅位，嘅點唔係講我凊彩去做會識咯。冇人用辦。愛煮飯。哦，我先講好哦，安沙皮哦，總之去休息咯。沒啥皮，我講我對佢堅持同支持嘅人去講，有陣時候 MV 都講冇講我再接當到嘅。你喺無限切菜，有陣時嘅品質吼，全部冇安好，唔係講唔好，係講冇時間。你有陣時做東西愛用心，吼，不是講愛時間，愛做文章油，係講我哋一臨時去，咩油啦，可能出幾幾樣嘅。錯，看我點嘛，你大概看到我都要鎮定哦。佢是嚟介紹睇下鐵土菜嘅嘛嘅。肉燕。肉燕就係講嘅三寶之一了，知道嗎？哦，肉燕點俾愛做用乜嘅？用整呢？用整呢我以前我啲澎湖、南埔用整呢下多。係錯。好啦，開始嚟做，佢用慢做用整呢嚇，介紹一下。中肉燕呢，攞杯嘅粉當重要咯。哦，你用乜嘅粉？咪用西谷米。西谷米哦。係西谷米。好，咪要先倒西谷米。好。西谷米愛幾多？愛你係半斤。半斤差唔多，做餃子嘅料。半斤差唔多做19隻哦。
洗洗杂的食骨，洗洗杂，你看迄番薯粉，按洗洗杂的哈，番薯粉，有的番薯粉，要几多？个比例係1比0，1比1比0.5啊。哎，一般来讲，等一下一般来讲，冲凉粉哈要过筛，你有过筛吗？这不用过筛啊，这等一下就拌起来就是硬的那个啊。冇像你做鸡卵糕，也是做西式烘焙。嘿，炒。你还乜该？温热水。温热水。对，温热水要搅哎。要多少量呢？4个这个杯子。哦。西藏按差不多2比到4个的话，4杯250。对，差不多。200到250哈。我都是用这，你还油哈。嘿，炒。橄榄油没做的。对，橄榄油没做的。沙拉油没做的。所以油是炒的。嘿。好。你要等佢酱比硬，等它当薄的。哎，不过你不用那油落去，它不就是会油水分离吗？不会啊，它等一下是要包的时候才不能包，黏黏的。沙拉啊，就切葱哎。即一般嚟講，你冇用西谷米做法，用乜雞嚟做皮下嘅？冇用西谷米，用拌嘅。做拌嘅。嘿，做拌嘅呀。因為提放嘅就係出蛋漿用番薯粉嘛，哈。嘿，錯，番薯粉。不過番薯粉咯，食起來口感冇強樣啊。佢用為自家可以見點，很厲害。自家骨嗎？係啊，自家骨啊。我骨會耐哦。哦，難怪會成熟啊。難怪要煮粉啊。係啊，因為先煮粉好食，因為先很準耐。有聲吉他嘅。聲音啊，頭不樣了。即係解啦。做阿婆嚟。係做阿婆嘅。哎呦，你係解啦。你係講想跳過那個問題。後生啊，唔怕嘛，好來講。你係講好嘅紅曲。肉絲攪紅曲，走馬哦，我哋有走馬勾蜜汁醬，蜜汁醬，跟有加鹽嘅點，冇就這樣子，因為做出有。你係我上班嘅綠竹筍，綠竹筍你要凍出，你要用綠竹筍嚟強下，攞佢切一啲啲細細地，係。因為人生肉嘢時間最重要嘅，最底部嘅竹筍，係竹筍，唔過用。走馬嚟醬肉嗬，咩油啦嗬，你是嘅最用走馬去醬，一般的肉嘢。搭咗地方做嘅走馬冇用嘅。佢依家煮肉嘅肉啊，切絲係用乜嘅部分嘅肉？切夾線肉。哦，夾線肉哦。係。所以還唔會食吧？係，還唔會食。依個肥肉的比例就一點點，但是沒有什麼肥肉，這沒有什麼肥肉啦。還有個腰。冇油啊，我用醬啊。冇油係嘛？係。咁一般嚟講，像用西谷米嘅花，做得像一般嘅呢啲台中啊，亦係中古式嘅肉嘢用油泡嘅嘛。它冇適合啦。西谷米按嚟仔仔好食，油唔好食。出邊都會軟軟啊。係。你係揾出去講，先講好誒，因為有時間。係。有時間，幾陣會硬啊。好，大家看哈，一邊看攝影機，一邊看照片 TV，加你標差唔多有5分鐘，3、5分鐘，其實有吸水哈。你要標有半點鐘哈。半點鐘。古時候講，你嘅血寶呢，就弄你標半點鐘差唔多，所以愛咬去。看無買個油標落去，看無買出嚟。係錯。哦，好。咁樣啦，哈，啲個卡算做起來就係簡易嘅肉嘢。錯。好，有細細隻嘅兩人吼食東西冇食按飽，冇食按多。係食起面。係，係講係食飽了，也發出講係食它多樣啦。係錯。係啲人比賽咁厲害啊！你有試過兩肉混做劈定肉嗎？有，我用鹹菜肉。鹹菜肉爆落嚟呢度。其實啊，係講我肯定冇按多，譬如講按一家、按三沙，一沙係食兩隻樣，點邊出包6隻就好誒。好。好，包6隻。冇包睇咧，你啊皮料不用冰箱。錯，做得。唔可以講出水，因為有竹筍咧。唔可以，不用冷凍呀，冷茶。不用冷凍哦。不用冷凍啦，吼。迄個係天公爺過2日一包，拿下成退餅。好，退餅。
其實當方便可以，冇想到肉鹽做得安尼做安尼當貼片的方式，有客夾。錯。一個竹筍係因為你要講，因為你下當地嘅村嘛，咁係講唔係竹筍嘅產季嘅時節誒爆嘛？我用媽竹筍。哦，用媽竹筍哦。錯。因為媽竹筍一年四季都有啊。咁我記嘅口感是係都咁為強用。冇強用咯。哦。口感冇倆綠竹筍啱好哦。像有啲話嗬，像有啲人啊，會想講，像嘢咧竹筍冇湯過，也有湯過。也有湯過。像有啲人會用炒過嘛？我用爆竹筍，煮梅餅煮肉，煮爆竹筍嘅。單槍竹筍嘅花。竹筍炒過。好誒，今日我吃到肉鹽按酸血就當到變化咯。對。我一直以為講啊，肉鹽可能用，你看你也冇講，你係10個嘅花，我做唔掂，你係有10個嘅。做係上嘅咩做得出錯嘅？上嘅冇較唔好啦，較唔好。你家家有一隻嘅食米，對。哦，會影響到出錯嘅。哦。你有湯過嘅話，湯阿哥都做得嚟啊。嘅係嗱，湯阿哥做農家食米食嘅出錯嘅。錯。哦，炒過咩做得？錯。好，佢哋也做好6隻咧。係。再冰落去蒸。錯。哦，來。係冰落去蒸。好。大班人都知道廚師嘅手哦，當厲害都唔驚少咧。6隻，生意哦。唔該。所以煮水滾，水滾嘅哈。係水滾咧。開火也是。開火冰嚟蒸15分鐘到20分鐘就做得咧。15分鐘，所以你15分鐘應該冇按盤啦。你按泡按時啫，15分鐘到20分鐘。好啊。按食煲帶來嘅鐵煲，按當肉鹽，15分鐘以後，煮出嚟生肉鹽咯，冇咁快。哇，15分鐘個其實當腳呢。哇，晶瑩剔透誒。咁但係係乜嘅葉嘅？姜椒葉。姜椒葉嗬。你說唔是講係正經用米來肉鹽嗬啲，帶下出唔會唔是高油啦。係錯，你唔是高油，你會減唔得啦。你用米做嘅減米哦，會軟軟。好漂亮哦！按細細嘅嗬，看起來就不會覺得很有負擔。哦，上次同台肉鹽會選唔聽。這邊呢，係肉鹽爆好了，蒸好了，滾燙。我常用乜嘅？你皮機後身呢？我看到呀。結醬，你喺我冇看過蘸醬呢。以前我食肉鹽全部紅嘅醬啊，用會用皮粒結醬。結醬咪凍搭啊？真見哦。等下吃起來就啲嘅。好啊，個感覺哦，係冇強樣好，你用擺現。我留啲啊，用喺啲度上面。哦，好。結醬係一啲客家人嘅結醬，對嗎？結醬哦，結醬真係百搭。哦，安尼看起來當厲害，你一天冇食過安陽型嘅肉鹽。來，雪寶，同大家講，你請大家食啲係乜雞？清蒸肉圓。試下。講今啲嘅三胎同糖出嚟嘅三胎嘛，做係酸糖也係班糖嘅，班糖嘅嗬，啲魔術本款哈，骨頭、稀頭，好，然後嚟包咧，切嘅菜頭，還有菜脯，就像碟羅漢嘅幾種，唔是調味哦，唔是，你落去咧就鹹嘅，今日竟用咩磨成爐糕，磨，你係當切嘅，哦，再攞佢包起來，好特別哦。鐵一個嚟咯，哎呦，
按 Q 哦。好吃吗？我可以一百用给姜温用耶，好好吃哦。好 Q 弹哦。我只有以前啊，我还是都逢时姜味温嘅，冇诶，那个姜很懂厉害，佢温到200度嘅嘅竹笋以后啊，还有肉，我那真的是那个竹笋跟肉啊，变得非常非常的清高的感觉，就不会混在一起。韩国做嘛，其实佢也係一種醬，炒。你要用你係結醬，兩種裝強下唔會相打嘅，唔係哈。唔會誒，好吃嗎咁厲害，好吃。然後是好好吃哦。你有吃到綠竹筍的味道嗎？就清甜呐、它的那個味道把那個豬肉本來就凍凍咧，嗬，應該竹筍嘅口感，它個嘅味道，主要去綜合，哦。難怪佢嘅鐵寶貝啊，寶貝，佢撒下落去幾時物嘅？哎呦，咩動搖哦？好吃啊！講好吃。你講，你係讓你媽媽窮下帶哦？炒。那你介紹一下你家的寶嘛？我家的寶啊。對呀，家中最寶的那個寶。OK，好嗎？好啊。三代同堂啊。啊？什麼？你哋有冇考三代同堂？你要四代同堂哦。跟人做一菜嘛噶？三代同堂哦。三代同堂，那三胎啊？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。已經講三代同堂唔同啊。嗱，啲嘢三代同堂就是呢，不卡三台已經試到都被當歡喜嘅菜。哎呦，算麼？做得麼？做得。哎呦，做得咯。當歡喜嘅菜。不能攤。驚啊！唔可以攤，叫嚟做啦，好唔好？好。三代同堂。好，三胎同堂。我家啲見上講，那三胎啊，我看到雞肉啊，雞公、雞麻、雞肉哦，雞翅。三胎同堂，錯。哦，雞，哎呀，算了啦，你雞先啊，三胎同堂嘅嘛解？三胎同堂咧，就係蘿蔔乾。哦。蘿蔔乾。我條先拿到你係木耳呢。唔係。蘿蔔乾，你係蘿蔔咧？真哎白蘿蔔。真嘅，你三胎叫你啊三胎啦。係啦。福禄壽嘛。你要說係後生嘅。後生咧。壯年的。老年的。你要說企業嘛，哈，菜頭，然後你下只看到就兩種，錯。哈，蘿蔔乾，錯。然後老蘿蔔乾，你吃屁嘅？拜託一下，上那個特效要這樣，老蘿蔔乾，做特色咯。對啊，唔屁屁乾啊？哦，你喺當貼嘅食材哦，你喺東南漳州的哪度？上下都係有啦。哎，龍太家講你係用版型做成嘅。做蘿蔔乾，你係蘿蔔嚟做蘿蔔乾啊？蘿蔔乾料差唔多要10年過後，10年以後先要按火。一天愛10年哦，我第係一天愛10年。10年過後就要按火嘅。太家如果講啊，你咁做的，一天做的是你當到應該講當到適合應該講適合要當好。錯，你係適合固肺啊。破出青島啦。對，你攞蘿蔔乾當好，攞應該豆豉當好啊。我係第一擺看到蘿蔔乾本身。你喺唔知哪位？我看錄應該做嘅啊。啊，當真貴呢，好失望哦。我看嘅錄人家慢人做誒。媽媽以前做嘅啊。哦，媽媽留到了哦。係啊。哦，留本而做成年咧。係錯啊。即係當係先呢，留10年吼，讓帶來吼。古時候我看係有20年、30年嘅經驗。冇講出嚟，幾兩百人一件，20年、30年來啊。古時候講見邊個三胎同堂，所以你係三胎嘛。哎，做係算堂也係。班堂嘅。班堂嘅嗬，跟大家都講到雞肉咯，看到你啊幾邊嘅皮數低講，同一般嘅雞肉冇嘛共樣哦。錯，土雞。土雞，即家曉嘅啊。係。哦，用乜按嗬？你差唔多按看你比差唔多幾台。你講幾隻雞？哦，咦，你看。這只有一個腿。
这只有一个腿哎，就这么大只，快跟你的腿一样了。哎，你这给哦一胎哦，几多斤？唔可以动，你係差唔多7斤。7斤哦。7斤哦，一胎哦，一胎哦，貼片線呢就錯嘅啦嗬，幾臂哦，嗯，你看到冇？睇隻，哇，我唔知間哪這樣錯，睇隻，行太窄哦，好，唔點冇？幾臂，唔看有骨頭冇？誒，嗯，去骨，我已經有骨頭去骨了，剝開嚟，你看到冇？剝開嚟，好，好，嚟啲下咧，嚟做變魔術了，好啊，變魔術幫你看哈，骨頭稀鐵，稀鐵，好，然後嚟包咧，哦，切嘅菜頭，嘿，還有菜脯，菜脯，像疊羅漢用嘅疊上去呢條係冇問到，從你天二胎嘅蘿蔔乾係幾多年嘅？更鹽咧就做得嚟，更鹽就好，更鹽最有香嘅呀。有啲可能切下細皮吼，應該講氣候溫度係適合把半年就做得嚟。哦，錯，唔係啥，半年就做得。半年就做得嚟。將生熱頭啊，熱頭要洗嚟著，鮮啊、雞味食飯啊，你一天要天係嘛？係啊，因為你要時間啊，而且你啊冇人改哦，你冇天嘅話冇人改哦。出冇，真係冇人改哦。唔可以講唔來出要嗬。係錯。你已經有糖豆冇？你一直要找你麻煩有啊。我就記起來。嚟，嘅蘿蔔乾全部擠落去了。係。就像疊羅漢擠落，誒唔是調味哦。唔是，因為蘿蔔咧做鹹嘅。係，今日竟用咩磨成乳膏？磨，你係當匙嘅。哦，就攞佢包起來。好特別哦，我攏講，係一般的飼料雞啊，嘛個一天冇法度按做啦，因為個皮吼冇按軟，肉咩冇按軟，肉冇嘅彈性，本意按。生意哦，生意哦，做車咩吼？沒有，你係鐵鉗嘅。鐵鉗咩？鐵鉗。嚟，一定要包痕哈。係，要包痕，擠痕。嚟，擠啲痕。看到嗎？哇，好漂亮哦。好飽滿哦。凍醬。嚟，你要包冇包出嚟。係。係做到咯。哦，你家啲煮乜㗎？大家煮糖。用蘿蔔咧。蘿蔔咧。係。農家。你係豆菜脯。好。跌落去。跌落去。還有乜㗎？係你啊，雞髀就先冰落去煮20分鐘。哦，冰落去煮20分鐘哦。跟20分鐘以後再來看樣板，係啊。係，差不多。等下20分鐘再來煮雞髀好食，3胎同堂哦，冇隻牌。哇！哎呦，有皮都當香。哇，當香當香，有非常香。這皮都係米糖哦。做得嚟哈。做得了。你阿滾呢？家有一種東西冇冰，枸杞。錯。冰下去，再滾一下哈。你係有泡過水冇？冇。冇哈，冇泡。直接細個出去哈，我攏冰。直接倒落去。好，這個別滾一下。我那個淋上去。係錯。冇去凍佢哦。係。薑凍快啲咯。做了係創意嘅料理啊。係。你老你跟媽媽共下研究冇？研究好，我同我媽媽講，係媽媽做白老鼠。我講，先叫他當評審，係冇？係錯。你係通過嘅就冇問題嗬。係。你下咧，我嚟夾起來。好。係燙絲嗎？喂。好。你阿學嘅雞有就自家傳糖用，有賣冇？冇，係你係阿姨廠學嘅。哦，阿姨廠學嘅係。阿姨廠，空眼嗰隻做得煮飯冇啊？我係自己夾嘅。好，生意哦。唔係。哦，我知道吼，雞肉吼，大家都會講，係煮太久不會食，切開來真嘅很厲害哦。我有一種屏氣凝神看結果的感覺。很認真。要很認真哦，真的要很認真，因為怕它散掉啊。等我要吹一下嘛。唔是。唔是啊。今年嚟當我們魚命呢，3代同堂。真嘅吼。係啊。你看啊，加講3代同堂，雞公。雞字。誒，你講咩冇錯啊，錯啊。既然你阿講到3代同堂，你阿福開咩3代同堂帶上下呀？係啊係啊係啊！哇，按當幸福呢。4胎了。4胎啊，好，我都唔記得咧。嗰個嘅孫嘅老媽媽。哦。
色嘛，色嘛咯吼，做菜咯，做下菜的，真紧当好。切掉没有功夫呢，双刀，小心哦，声音哦。做的。哇，走的。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。有看到吗？地图还有爆萝卜干。嘿，萝卜咧。一般来讲，啲传统啊，迄安尼算一份也係講係要配得幾比。用幾只雞？對，冇講按精緻啊，那有按到時間。係啦，因為你要煮飯啊，嗬。係錯。佢做得要一啲糖啲地位度係嘛？錯，我要糖過。換到落嘅菜頭。錯，你係菜頭。其實你唔是揾乜個調油，唔是則個加乜嘅。唔是，你係已經蘿蔔乾都下咩啊？係。哇，好 Q 哦，當像豬肉。你嘅聲音當幸福呢，因為你當會煮料理，嚇你就當好參加比賽。師兄就先你煮嘅創意料理就好咯。是呢啲哦，聽我講梅比了。用辦講，用媽媽按橋嘅跳。係啊，我喺柬埔寨我每位上講按橋，煮好做人學寶啊，請登上衛冕者寶座。其實雪玲姐的小孩也都很有客家性，佢嘅聲音似家住本地戲圖，梗係戲跳學教嗬。係啊，一件人聲音喺上講，我聽你唔做什麼？有呢。有哦。哪一隻？係藝演示嘅計集。錯。就係佢哦。佢當好去家煮嚟食。當好。對。你冇試過佢煮嘅呢？有哦，叫佢煮咖喱哦，凍位哦。哎呦，夢華。我沒有吃過哦，媽媽講的，因為煮不愛食。冇啦，因為愛是說老佢來強下去表演。他愛弟佢媽媽當為主。佢都係唱戲劇係啊？走台戲，而且還男主角哦。很厲害。佢下擺唔嚟做菜，佢哋係會做台戲好嘅。你嚟做一些嚟攀走，唔知你用辦法？做得咯。好，加雪玲姐煮籠蘿蔔乾三推哦。你要夾咗面湯三推。唱本睇下看哦。淋湯上去咯。哇！你看呢個真係當厲害，竟係吃到呢道菜啊，係涼色咩以後食咯。係，沒做得，因為它冇油，油拿嚟油係。我吹下嘛。哎呦，冇想到吼，按樣係呢三推同堂，按鐵片，按醬，掉起來，用大家強下來食。拖菜人多乜嘅？三代同堂，三推同堂。沒有。對，我的一定要用燙過的。用半個。係燙過油嘅，唔可以按油啊。嗰啲咪油啱咪燙過，唔按粗熟。所以你別煸一下啦。我別煸一下。你煸一下油上升，你食到他家小炒，他突然間出去講，喺冇變好嘅飯後要太油。係。啲所以按他家小炒低開嘅地方，東西一層一層加落去。好。三推同堂嗬，食啲香港營養味道。錯。我教你下先嗬。你吃這個乾肉很好食嘛？好。好什麼？呢個係老菜脯，一個嘅雞皮，
泡到最多，我分唔清楚係奶係雞皮呀係攞菜脯，全部都挑咧。係嗎？係，有點哈，係。有點人啊，像安尼煮的雞肉，我媽敢食皮，唔過咧皮係 Q 嘅，對啊 Q 呢，還有咧肉菜脯，太厲害嘅啦。我攏講咧肉菜脯啊，用一般人食到嘅菜脯，應該講安尼食菜脯就是下嘢，當香，算咧，我炒過當香，你要磨，你要蛋香，它叫做口齒留香。見食咯。你見食啲肉，又甜嘅嘅香味，冇強樣；再個食嘅菜頭，又甜嘅肉菜脯，唔可以搶嘅味，本菜頭很一條。好，很厲害哦！像唔標那枸杞，佢唔顏色上色啦。上色之外，因為枸杞加有一啲啲嘅甜。係有啲甜，佢懂得搶食物的原味嘛，佢冇搶哦，它還把枸杞的甜味再提升。除咗枸杞以外啊，很多啲標物嘅啊。拍過咗你冇？未做得咯。拍過啊？跟安尼講蓮子豬做得咯。哎，做得。因為它沒有味道的東西，一定可以入菜，一定可以入菜。跟嚟講冇味咩做得咯。要白木耳下去，它就會那個上色。很厲害啊！全部都係養生的食材啦。係啊，例如生顏色健康，綠顏色草苗白色，黑上顏色。勝利穿太前，啲散步。雖然你還沒做得變散，你係散步之一啦，菜脯啊。菜脯啊。cái菜脯做嘅東西很多，則個嚟做以後，做乜嘅？來編飯哈。好，嚟編乜嘅？客家小炒不用菜脯誒。你講客家小炒。客家炒叫做客家炒用做嘅，會不用菜脯啊。好鐵皮啦。好。我冇食過，你食過冇？冇。嚟試看下好。好來，菜脯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頭前加乜嘅？菜脯。係三寶之一，同大家講。咁香咧。啊，有一天我啊，加食過三胎同堂。你係用菜脯嚟做客家小炒，我冇食過客家小炒有菜脯嘅咧，我冇食過，我唔識食過。手抄嘅。手抄，要冇攞嚟講要得獎喎，你係講有得獎，有得獎，按我目標攞得個。真嘅㗎，用辦個。第一年的時候是半桌料理的客家小炒。哦，嗰時候講佢邊咩 T100DN，價格要好食，幾時問題㗎？錯。來，價格要好食頒獎杯。冇啦，做得啦，好啦，開始做哈。當然最重要嘅最特別講頭前兩個菜脯嘛，啊。你乜嘅？蔥誒。錯啦，蔥誒。切下蔥誒哈。斜切。對，我用斜切的。好。嚟當好食蔥誒呢？係冇？睇下，不用太多的本身。好啊好啊，還有一天要油嘅。三層肉。三層肉，還有。油嘅。油嘅，叻姐喂。係。披薩較多啦，因為我看到豬肉白鐵嚟咩嗬，紅蔥頭，對，紅蔥頭，酸頭，芹菜，還有米酒，哦，就開始嚟做咯，好。你就是咧客家小炒，切啲冇燙過嘅，對嗎？冇呢，這叫煮啦，沒有，當有油氣，當有香啊，我是用燙過的。你好可愛，佢說沒有，對，我的一定要用燙過的，用半個，用半個我燙過咯，係燙過，好。cái dầu cái mỗi ăn dầu啊。哦，你就先撈幾個油，先種掉出來。種掉逼一點出來，不要給它那麼油。既然你客家小炒唔係做炒嘅油。你肯定唔會是按油啊。cái香氣位菜嗬。香氣天菜。好。胸有成竹。係啊，跟冇湯太熟嗬，因為大家炒咩？湯過之後了，給油湯一啲啲的出來之後。肉線咯係。粗熟係講粗熟有冇？你買到豬肉啊，係講粗熟嘅豬肉就係燙，稍微燙一下。一天就燙過啦嗬。喺香港人家三胎同堂啊，唔都煮嘅，你下要豬肉來嘅。係豬肉。要要三胎同堂。冇啦，要煮豬肉。哦，所以你按糖水咪冇半幾度滾嘛，嗬，就會燒水入糖過就好咧。要燙到嘅，燙過嘅，我等下洗過嘅，洗過嘅，佢哋未用嘅，我未燙過，我按廚熟。哦，用愛燙過未？未燙過。所以你先撈佢泡過水，半幾下釀掉切菜咧。我泡水泡過。
油唔要做唔得湯踢球吼。嘿，要做唔得，油過水煮做得咧，要過一下水啦。因為湯踢球會硬踢咯。誒，唔會呢，我哋一天唔會硬踢。好，唔係湯嘛嘅。冇咧。冇咧哈。要水多啲咯。好。好。好咧。好。你有冇特別想要用菜脯來炒客家小炒？因為你攞杯客家小炒當普遍嘅啊。嘿。哦，想講要用乜嘅方式，唔可以離客家太遠，錯。要維持佢本來嘅米絲。係，唔可以查。跟有試過廚體用菜脯係用過乜嘅？羅佩錢。乜嘅很多？羅佩錢，雲片湯。雲片哦。羅佩錢，我哋啊倒一啲油落去。好。而家湯過嘅豬肉，唔錯，定油燒，燒嘅，係一邊，係邊。你比賽比安豆白嘞啊吼，你就比出乜嘅心得嘛？有因啊，所以講我當緊張啊，緊張乜嘅？比賽佢有事件性嘅啦，所以講我錄樣啊咪會緊張啊。哦，看唔出來呢。係啊，你比賽乜嘅心得咧？心得哦，係啊，心得哦。我講，做嘅錄音會成個動作。哦，應該講本人肯定嘅感覺。正經當歡喜之外，每次都講愛吃到你啦，不講做按到年下來，一定要有啲成績，俾大家看，講嚟第二條路向大餅嘅過程。唔講你講得依隻最特別嘅咩？最直接嘅牛米係太過好食，我記得食過就嚟前面，這最重要啊！所以你別一下啦，我別一下，你別一下有上時你食到嘅客家小炒，他突然間就會講，因為客家人哦有上時皮很多，係冇變化嘅話，會太油。係，學我吃到係我自家吃到。你我做埋鹹龜呢，因為我彈你就講本，你就。哎呦，好體貼哦，我唔講啊。唔講我吃到客家小炒，一定要上三層嘅，一定要有一啲鹹鹹。錯，將嘅香味讓我出來，流口水對唔住。跟唔自家除咗有蘿蔔乾之外，另個卡係有乜嘅？挑乾。挑乾，哦。筍漿。筍漿。筍。媽祖筍嘅漿。好特別哦，乜嘅？蒸魚。蒸哦。嚟蒸魚嘅，挑絲，唔係一定有挑絲啊，挑絲一定要有嘅。挑絲。你跟動夢漢呢？你當你很會炒嘅，應該在醬瓜的前面，在這邊想看着他們，還可以怎麼用？正面哈，來做幾咩樣用品？攞農糧來唔係冇人嚟講，我想講。我是興趣，其實真的是興趣，做菜真的是要有興趣，沒有興趣做出來的菜自己感覺沒有那麼好吃。應該講做乜嘅事情都重要。好，創意好創新果啊。你創新果嘅時間叫做天后。哦，好冇？多才多藝呢。係啊。啊，可能煮盤嚟先就等候。看人家煮飯就最後啊。而家已經金黃色了，有看到冇？有看到冇？金黃色，我而家油煸出來了。哦，煸出來咧。嘅油會踢到冇？唔係。唔係，等下我起司係香。我也會有怕的時候。對啊，我就跟你講，我剛剛為什麼蓋鍋蓋。哦。所以你客家人哦，真正懂得利用食材啊，像你炒肉，就係不能擺生啊，係嘛？我哋專門擺嚟去挑豬肉，但擺咗落嚟用慢煮咯，你落去炒佢咧。回鍋肉啊。錯，咱就得不用加熱度。錯，好，因為啲凍鹹。好香哦。就爛爛。來，我哋下就得不用蒜頭。蒜頭。鳳蟲頭，鳳蟲頭先不用。好，呢兩個唔用啊。一般來講，一天都不用鳳蟲頭哦。因為鳳蟲頭嘅意思，我做啲先煮起來。唔好啦，肯定唔好啦。客家小炒幹嘛？要先煮嘅啦。先煮比較較香。鳳蟲頭它特別嘅地方，用拍蒜頭冇咁樣，所以講蒜頭拍嘅蒜頭，它比較容易焦。故所講鳳蟲頭它唔強。錯。啲鳳蟲油煉出來吼，米絲全部冇強樣。我覺得客家小炒可能冇不用鳳蟲頭。冇，
它倒入冇，伊用譬如講伊用較辣條嘅，來添一些米絲。你所以按客家小炒厲害嘅地方，東西一層一層加上去。好。誒，你還要加乜嘅咧？你睇蘿蔔乾用係咪？你還要加。誒，點解上乜嘅嗬？蘿蔔乾先加落去哦。一般來講啊，蘿蔔乾啊，應該先炒過下香啊，你有冇兩張表？因為你蘿蔔乾炒香久，將會落啊。哦，你保持給它脆脆嘅脆度炒嘅。又係蔥誒。蔥誒，然後是蔥誒什麼味？全部變落去粉色。幾時可以加調味？嗱，加下。哦，係你可以下嘅啦。嗱，這種客家小炒，哎呦，煸到冇煸到，全部都要煸到，這樣好食。就像一般容易去食飯，兩餐見啲頭嘅要煸到嘅，冇煸到就不用旁邊冇食。係卷出啦，稍微穿燙一下。哦，冇穿燙哦。因為因為而家未加時間啦，會下爐啊。哦，係安樣嘅。同個時期咧就含會含醋哦。安尼，那這位片沒變落去嘅。哇，看了這就白飯來2碗。真的。來，調油都來崩來了。那生意點吃這邊哦，同時不？不是哈。全憑手感。我是講吼，你炒過客家小炒有不用調絲呢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咩做得？係啊。哇，無調絲嘛吼。好，酒炝鍋。炝鍋了。好，芹菜湯差唔多誒，咩冇炒太久哦。好。哇！喂，白飯再來2碗。有香嗎？味雙調。加胡椒冇？唔是啊。好。要有辣的。有辣的哈。OK，好了。哎呦，好香哦！又來了又來了，我皮都按了一條，我就會想到講，我媽媽一天有做過2件事。裝一碗飯，再落去炒炒。來，給你莫打手。莫打手。好，來，你要用湯匙夾夾啊嘛。你係想原來咩係你傳統當有名的菜？係錯。用菜布料一招，這一招還蠻厲害的。你是不是看得入神？我好想趕快吃哦。他也很想趕快吃，有沒有？後來鄉下人說，搶太家食的係乜嘅？客家小炒。加乜嘅？蘿蔔乾。係喲，蘿蔔乾客家小炒。毛皮哥按持久的客家小炒，真嘅。你那种米，它有一种，它不会呛人，好，就是非常非常温润的在你的周边。真的吗？真嘅，你做的每一步，都讓我們覺得那是扎實的，就像練武功，有沒有？馬步扎穩，你出了一拳，那就是最到位。天10個唔好食，天10個唔好食，天30個唔好食，100做當多擺，當做的呈現出來，要一辛苦。吹布客家小炒，試試嚟看好食冇？哇，攏係印象中嘅客家小炒真係冇強樣嘅，唔會鹹咗嘛？唔會鹹，係要係毛皮哥按持久嘅客家小炒。
真的。你练一桶咪，它有一种，它不会呛人，好，就是非常非常温润的在你的周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？我说会问啊，你要演出本来你按来感告，用白hình，你出来时间，我就觉得你做的每一步，都让我们觉得那是扎实的，就像练武功，有没有马步扎稳？你出了一拳，那就是最到位。出枪一周出按厉害，我相信按你歌唱里边度，要起到天命的味道难。真件动辛苦。做嘛人会讲动辛苦呢？要吃菜，因为动多人做啊白老鼠呢。要吃爱煮的菜好什么？天10讲唔好食，天10讲唔好食，天30讲唔好食，一摆要煮动多摆，当做的呈现出来，要一辛苦你嘛。而且萝卜干、老肉，你托到清好的色的肉，当做的上桌。你冇托到清好色的肉，上桌看唔得。你比赛没看唔得咯，比赛干哈较辛苦呢？比赛1个小时要做出一道洋菜，安尼。哎，相信一天有一张 moment 一张时间点讲啊，我冇想要做的，有冇？唔会呢，用别人讲，因为我煮的东西有人要生来做当挑啊，我兴趣啊。意思是讲，就算一霎时唔要永远做下去。嘿，错。更有一家当低落的时间。当低落干哈就因为做出来的东西吃到自家唔满意，而且你用东西又当好的食材，做出来自家又唔满意，开始当低落了。跟日本人学识，迄些都唔好使用个啥。古所讲，最太痛的应该是，你看到人哋食，当挑是当挑，你看大白人食，佢就转个正经哦，正经哦。我就提讲，你要歌唱地摆度，要起上天命，正经无简单。你一定要经过当多关，乜解关？你自家心肝都给关。系冇？迄过唔起的时间讲下啥？过唔起哦，就点点的去甲因做啊，就做到我自家满意为止啊。我做的东西全部无标秘书，全部是天然的味道。你还要对自家讲一句话，鼓励你自家往下一个冠军迈进。你想要讲乜解？对你自家讲，迈向国际吧。哇！继续坚持。对，要坚持我的理念。真嘅呢，讲什么你来？谢谢。带了安好的料理，带了安好的分享。嘿，你的母鱼呀！哎呀，母鱼，这出来去好好试一下。好。3万好食的3步，那3步？菜脯蟹脯。菜脯、牛眼，还有乜嘅？水梨。水梨，你还加一只脯，蟹脯啦。什么鱼啊？谢谢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台湾有当多好搞好料的地方哦，像伊安尼土地木坑人去老了，美食当地好食的食材，食东西的时间，要想一下你的冠军顶阳人生地摆度去咧乜解方向，你自家一本基地到乜解鼓励，好冇？当然啦，要得到很多的能量，所以抢着时间，速快能家家好食。欢迎大家来主席。上来了哦。今年咧当饭鱼咧就家家又好食，家家又好食咧，记住会介绍大家人咧屋卡有乜好食的东西嘅。我今年咧我做了按豆养成，我当强嘅，大家人食到当饭鱼，希望大家人咧有限来3万错了，请来了。